好来，乡亲啊，继续要来看这个台南的南西区农会，有一个越南籍的作业人员转到写山野，写一条这个爱文山野只要8秒，一天上济会当写到49趟，因为骹手真美，一天会当赚超过3000块的薪水。 台南南西种山野面积是全国上大，嘛因为即马当时山野大出的季节，所以南西区农会为着要配合中央稳定介绍，爱进行爱文山野加工收尾作业。到即马为止，累计交费量已经达到10万件以上。咱已经进入咱的山野的生产期吼。不过要制作山野瓜进前，作业人员爱将爱文山野先改写配含切片，所以伫咧画面内底会当看到这个越南籍的作业人员处理一粒爱文山野。 敢用8秒钟的时间，一天下来可以赚多少？3000多啊！伫咧南西区农会集会场，会当看到农民销售在爱文山野来交会。农会总干事郭富文讲，农会收尾以后，拢用来制作山野含加工原料。嘛因为即卖人拢无爱食收甜，所以生产的山野干有加糖含无同的口味，拢真受到消费者欢迎。 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